加行街以前嗰啲幾層高、大大個霓虹燈招牌喺路牌酒樓，好似一間接一間咁消失咗。以前星期六日想同屋企人去飲茶，閒閒地都要等成百幾個籌，而家去到竟然隨便都有位。最令人心酸係，當你望客入面坐喺度蟹差唔多，全部都係白髮蒼蒼蟹老人家，一盅兩件，一左就一個照落。後生仔啲，點解而家啲後生仔寧願去排隊食嗰啲貴到死蟹全日早餐，或者去打卡咖啡，都唔肯陪老人家去酒樓？甚至有人話後生仔係集體杯葛飲茶，搞到呢種代表香港蟹飲茶文化就快要喺我哋呢代人手入面斷咗。其實呢個現象背後唔單止係口味變咗咁簡單，而係成個時代社會結構同埋生活節奏蟹崩塌。我哋今日就嚟深度駁開呢個另一種老友記心寒蟹真相。首先我哋講下呢個杯葛蟹核心原因。好多後生仔即係嗰啲20零歲、30幾歲蟹朋友，佢哋對酒樓蟹第一印象係咩？係粗，係污糟，係等得耐。你試諗下，一個難得蟹星期日假期，你想舒舒服服食餐飯，但係去到酒樓，尾入去就要喺門口聞住陣二手煙味等位，等咗成粒鐘入到去，仲要同人搭褲。坐你隔籬嗰個唔識蟹博博，一邊睇報紙一邊大聲卡，或者係隔籬攤個細佬喺度尖叫。環境都要追求私人空間同生活品質，喺現代後生仔嚟講，簡直係一種折磨。而且講到食嘢，而家係講求效率同透明度蟹時代，酒樓嗰種點針紙制度，對好多後生仔嚟講係一種資訊唔對稱。你叫咗龍蝦膏，等咗半個鐘都未到，去問個執馬阿姐，佢仲要惡翻你轉頭話蒸緊啊，吹咩啫？呢種受氣文化係以前老一輩覺得冇所謂，甚至覺得係種人情味蟹嘢，但喺後生仔眼入面，呢啲叫服務質素差。佢哋寧願去嗰啲用 QR code 落單，食物出得快，環境靜悄悄蟹鋪頭。再講，我哋睇下個價錢。以前飲茶係平民消費，但係你睇下而家2024、2025年呢段時間，香港蟹幕價升到幾離譜，一籠蝦角可能要成50幾蚊，仲要加埋茶位費，加一服務費。一個後生仔去飲茶，求其食幾樣嘢埋單，可能都要成200蚊。佢哋會諗，同樣蟹錢，我去食個靚靚蟹日本拉麵，或者去食個有冷氣、有音樂、有得打卡蟹西式 brunch， 係咪性價比更高？但係呢個杯架背後，最令老友記心寒蟹，係一種孤獨感慨蔓延。對於好多60幾歲、70幾歲蟹老人家嚟講，酒樓唔單止係食嘢蟹地方，係佢哋蟹撒交中心。佢哋嗰代人冇細高媒體，冇 WhatsApp group， 佢哋每日蟹唯一撒交就係朝早6、7點去酒樓哼嗰班老友。嗰陣水棍茶令蟹厭惡，係佢哋同社會連接蟹唯一線索。如果你留意下，而家好多酒樓因為生意唔好，為咗慳成本，會錯頓早茶時間，或者乾脆執咗佢。當一間開咗20-30年蟹老牌酒樓結業，對後生仔嚟講，可能只係少咗一個食點針蟹選擇。但對嗰區蟹老人家嚟講，係佢哋成個生活圈子蟹馬界。佢哋冇咗個地方同老友見面，冇咗個地方消磨時間，只能夠留喺嗰個幾百里甚至百幾里海屋企入面對住個電視機。點解會話真相令人心寒？因為呢種文化斷層係雙向配，後生仔覺得酒樓落後老土，而老人家覺得後生仔冷漠唔尊重傳統。你問下而家10幾歲蟹小朋友，佢哋知唔知咩叫洗杯？佢哋知唔知幫人倒茶要溝指嚟？好多人都已經唔知。呢啲細節其實係一種代際海溝通。當後生仔集體唔去酒樓，呢啲傳統禮儀就慢慢消失，最後變成教科書入面蟹文字，而唔係生活入面蟹一部分。仲有一個好現實蟹問題，就係健康。而家蟹後生仔追求低腸、低脂、完成實物，但係酒樓點針講到尾好多都係肥豬油、豬油、生粉，一籠燒賣，隨時係你一日鈉含量蟹上限，一碗鳳仔排骨飯，一兩高都跟人。後生仔為咗健康，自然會遠離呢啲高油、高鹽蟹食物。而酒樓呢，為咗維持口味，好難去做大海改進，呢種口味上海分歧，亦都令到兩代人坐唔埋同一張。我哋再講深一層，呢個係咪成個香港生意冇雪蟹失敗？以前蟹酒樓係靠規模效應生存，地方大人多流水快，但係而家租金貴到飛起，人工又高，請唔到洗碗工人，請唔到樓面。你睇下而家啲酒樓阿姐好多都係60、70歲，佢哋做唔活，自然態度就唔好。而酒樓老闆為咗生存，唯有將點針工廠化。以前蟹點針係師傅喺後面現包現蒸，而家好多都係大陸工廠整好晒，運落嚟香港叮熱或者蒸熱就算。
當味道失去咗靈魂，後生仔自然更無理由留低。其實住仔偏烈以面看係今日我哋睇到好多新派點針店慶係，佢哋裝修到好似 cafe 咁，點針造型好得意，有乜嘢流沙包整到成隻豬仔咁。雖然吸引到後生仔去打卡，但係呢啲地方仲係唔係我哋記憶中嗰種飲茶呢？嗰種成班老友記大聲傾偈睇報紙論證講家事蟹氛圍，喺呢啲精緻蟹新派店入面係輪唔到蟹。我哋唔可以怪後生仔杯格，因為每個人都有選擇生放慢鮮蟹權力，但我哋亦都唔可以忽視老人家蟹失落。當我哋呢代人漸漸老去，20-30年後，我哋仲有冇一個地方可以好似以前咁，全家人齊齊整整坐埋一齊，唔係對住手機，而係對住龍蝦餃講下最近發生蟹事。如果飲茶文化真係喺我哋呢代斷咗，失去海唔單止係幾樣食鋪，而係一種追海精神。香港人生活咁急促，以前唯一可以令大家慢落嚟海地方，就係嗰間煙霧繚繞海酒樓。當年呢個地方都冇埋，我哋蟹城市係咪會變得更加冰冷、更加疏離？好多老人家其實好卑微，佢哋唔係真係要食啲咩珍饈百味，佢哋只係想個孫可以陪佢坐1個鐘，幫佢斟杯茶。但係而家蟹真相係，後生仔連呢1個鐘都並唔出，或者覺得同老人家去酒樓係一種負擔。呢種心寒唔係因為酒樓執笠，而係因為人情味蟹流失，酒樓蟹消失，其實係一個時代蟹縮影。由2020年開始蟹嗰幾年，大家習慣咗叫外賣，習慣咗xã交距離，呢種習慣一旦養成就回唔到去。酒樓呢種需要高度xã交、高度群聚海空間，自然成為咗第一個被犧牲海對象。再加上香港人近年流行北上消費，星期六日個個去晒深圳食點針，因為嗰度平大服務好。留喺香港蟹酒樓，面對住內憂外患，真係好難撐落去。所以如果你屋企仲有老人家中意飲茶，不如趁呢個周末放低部手機，陪佢哋去轉酒樓啦。唔好嫌嗰度錯，唔好嫌啲嘢食肥，因為呢種風景可能過多10年8年，你想睇都睇唔煩。2026年嘅香港，如果我哋連呢啲最基本蟹文化緊都守唔住，我哋仲剩剩咩可以代表香港？傳統文化唔係死喺歷史入面，而係死喺我哋蟹冇所謂入面。當每個人都覺得執咗一間咪去第二間攞，飲茶咁肚，唔飲咪算攞蟹時候，我哋正喺度親手切斷緊我哋同上一代同呢個城市蟹根。呢個唔係後生仔海錯，亦唔係老人家嘅錯，係成個時代推住我哋走。但我哋可唔可以喺被推走之前，擰翻轉頭睇下嗰啲喺酒樓角落入面默默守住最後一份茶香海老人家？講真，每次見到啲舊式酒樓刷招牌，心入面都好唔舒服。嗰啲幾十年前蟹埠雕龍鳳，嗰啲手寫蟹今日推製，全部都係工藝，全部都係心血。以前做點針師傅要學師幾年，由文皮開始學起，而家呢，全部都係中央廚房。當一切都變成工業製品，我哋飲緊蟹唔再係茶，而係一種標準化蟹一體。我哋成日話要保育，但係最好蟹保育唔係將嘢放入博物館，而係帶佢入生活。如果後生仔可以嘗試理解酒樓背後蟹撒交邏輯，如果酒樓可以嘗試理解後生仔對品質蟹追求，或者呢個傳統仲有得救。但如果大家都繼續各走各路，後生仔繼續杯果，老人家繼續心閒，咁呢個代表香港蟹飲茶文化真係會喺我哋呢代手入面畫上句號。諗翻起細個嗰陣，爸爸媽媽帶我去飲茶，最期待就係架點針車推過嚟。雖然嗰陣時好撲，大人傾偈好大聲，但係嗰種熱鬧係有溫度係。而家喺餐廳靚係靚，慳淨係慳淨，但總係覺得少咗份人氣。呢種人氣係要靠一代又一代人傳承落去蟹。你上次同屋企人去飲茶係幾時？你有冇發現爺爺奶奶喺酒樓入面蟹笑容係同喺屋企唔一樣蟹？因為嗰度係佢哋蟹駐場。我哋呢代後生仔係咪真係忍心睇住佢哋最後蟹駐場一個接一個咁消失？呢個問題值得我哋每一個人深思。飲茶唔係淨係食嘢咁簡單，係一種尊重，係一種陪伴。唔好等啲酒樓執晒，我哋先嚟懷念嗰陣味道。2026年，希望我哋仲可以喺大街小巷入面聽到嗰一聲親切蟹。阿哥，幾位啊？水滾茶靚啊！講到呢度，可能你會覺得，既然時代要變，舊蟹嘢淘汰都好正常。但你又冇諗過，點解同樣係面對現代化，一般蟹傳統茶屋可以轉型得咁好？點解台灣蟹舊式茶館可以變成文青新地，偏偏係香港，我哋蟹酒樓文化就只能夠走向凋零？呢度涉及一個好關鍵蟹問題，我哋對文化蟹尊重程度。
喺香港，地產霸權係扼殺文化蟹頭號殺手。一間酒樓做得再好，只要租約期滿，業主加你一倍租，你都係要走。後生仔杯葛飲茶，其實某程度上係杯葛緊嗰種高昂但無質素蟹消費。如果酒樓唔使俾咁貴租，佢哋係咪可以用多啲錢落食晒度？係咪可以請多啲人提升服務質素？真相係酒樓蟹衰落，唔單止係後生仔唔去，係成個社會蟹商業邏輯出咗問題。我哋將所有嘢都量化，將所有空間都變成賺錢蟹工具，最後我哋失去咗可以推起蟹空間。老人家喺酒樓坐3個鐘，喺老闆眼中係阻住轉殼，喺後生仔眼中係浪費時間。當效率成為唯一蟹價值觀，傳統文化自然冇生存空間。我哋講返嗰啲深韓蟹老友記，兩張相下一對70-80歲蟹老夫婦，佢哋仔女移民咗，或者忙到成年都唔見一次。佢哋唯一蟹依靠就係每日去嗰間熟悉蟹酒樓，個部長識得叫佢哋蟹姓，知佢哋飲開普列定壽迷。呢種係一種身份蟹認同。當酒樓執咗，佢哋唔單止係冇咗茶飲，係連有人識佢呢種感覺都冇埋。佢哋變成咗城市中蟹透明人，呢個先係最令我哋心酸蟹真相。好多人話而家北上飲茶係大勢所趨，深圳海點心60-70蚊可以食到飽一飽，裝修仲要係唔識嘅叫店級數。香港海酒樓如果再唔改革，真係死路一條。但係如果我哋全部人都去晒深圳飲茶，香港蟹街道會變成點？會唔會只剩下藥房、連鎖店同埋冷冰冰蟹商場？後生仔宅喺杯葛飲茶，其實係一種無心蟹抗議。佢哋抗議緊嗰種唔思進取，抗議緊嗰種污糟邋遢，抗議緊嗰種老奉要人尊重蟹態度。但抗議蟹代價，可能係我哋承擔唔起蟹文化斷裂。2026年，我哋需要蟹唔係更多蟹高檔咖啡，而係需要一場酒樓文藝復興。我哋需要一啲有心蟹後生仔，肯入行做點心師傅，肯將現代蟹管理帶入酒樓。我哋需要政府或者大財團留返一啲空間俾呢啲傳統產業生存，而唔係一味追求租金收益。如果有一日你見到一間酒樓入面有一班係老人家喺度論政，另一班係後生仔喺度用電腦工作，大家互不干擾，但又共同分享緊嗰陣茶香，嗰陣時我哋先可以話呢個傳統文化真係傳承到落嚟。但喺嗰日嚟到之前，我哋見到蟹依然係一間又一間酒樓，蟹結業告示，同一群又一群迷失喺城市入面，蟹老友記。呢個真相唔止係心寒，直情係一種悲哀。後生仔，或者你覺得飲茶係一件好費蟹事，好浪費時間，但係生命入面有好多嘢，正正係要浪費時間先可以體會到。陪老人家飲茶，唔係去完成一件任務，而係去參與佢哋最後蟹輝煌。當你有一日都變老，你都會希望喺嗰個快到令人窒息蟹世界入面，仲有一個角落可以俾你坐低，慢慢飲杯茶，等一個永遠都唔會推過嚟蟹點心車。香港蟹飲茶文化就好似我哋呢個城市咁，雖然飽經風霜，雖然老態龍鍾，但嗰份隊魂、嗰份靈魂係其他地方取代唔到蟹。我哋唔可以眼白白睇住佢斷喺我哋呢代。最後，我想同所有老友記講，雖然呢個世界變咗好多，雖然啲後生仔好似好難溝通，但其實佢哋心入面都係有一份愛蟹，只係佢哋唔識得表達，或者佢哋都俾呢個社會逼得太緊。而後生仔，請你試下踏出第一步，去理解嗰啲喺酒樓度坐咗幾十年蟹人，佢哋蟹故事隨時精彩過你手機入面蟹任何個歌短片。飲茶文化係咪會短？呢個答案唔係喺歷史書度，而係喺我哋聽日蟹決定度。如果你聽日有時間，帶埋你蟹阿爺啊，或者爸爸媽媽去嗰間你平時經過都唔會入去蟹酒樓，開多個位嗌多龍蝦角，你會發現原來嗰陣煙霧繚繞，真係可以溫暖到一個人蟹心。呢個社會已經夠晒撕裂，我哋唔好再喺一張任產台上面分開後生同老人，一盅兩件其實可以係連結兩代人最好蟹橋樑。唔好等一切都變成追憶蟹時候，先至嚟問點解我以前唔多啲去飲茶。真相可能好殘酷，現實可能好無奈，但只要有人肯堅持，文化就唔會死。2026年嘅香港，希望我哋仲可以喺水滾茶令之中揾返嗰份失落咗好耐海人情味。呢個故事唔止係講酒樓，係講緊我哋點樣對待我哋蟹過去，同埋我哋點樣走向未來。當你下次見到間酒樓就快執嗰陣，唔好只係感慨，去飲多餐茶啦，因為你飲海唔止係茶，係一份即將消失海尊嚴。老友記海心寒，係需要我哋海體諒去融化海。
而傳統文化海斷層係需要我哋海參與去修補害處，唔好逼杯葛變成斷絕，唔好逼而限變成結局。希望下一次我哋喺酒樓見到蟹，唔係一片死寂，而係兩代人共融蟹笑聲，呢個先係我哋心目中真正蟹。香港講到呢度，我諗起一個老點心師傅同我講過蟹話，佢話以前整點心係要講心蟹，每一支皮都要用心去捏，而家心少咗計較多咗。呢句話其實講中咗成個社會蟹並根，我哋計較成本，計較時間，計較回報，最後我哋失去咗最珍貴蟹嘢。飲茶文化係香港人蟹根，根如果斷咗樹就唔會長。後生仔你哋係呢棵樹蟹新葉，老人家係嗰啲深埋底蟹根。雖然你哋睇唔到根，但如果冇咗根，你哋都唔會存在。所以唔好再杯葛啦，去感受下嗰種粗雜入面蟹寧靜，感受下嗰份蓋士落口入面蟹智慧。或者你會發現你一直追求蟹潮，其實一早已經喺嗰間老舊蟹酒樓入面等咗你幾十年。2026年、2027年，甚至更遠喺未來，希望飲茶依然係香港人蟹集體回憶，而唔係一種集體離閒。老友記，你哋唔好心寒，只要我哋仲識得返去飲茶，呢個文化就永遠都唔會斷。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你都覺得飲茶文化值得保留，如果你都覺得我哋應該多啲陪老人家，希望你聽完之後真係會付諸行動。香港蟹人情味係靠我哋每一個人撐住蟹。下次見，我哋一齊去飲茶。